面对外界传闻不断，原罗坤浩上午自由发言时指出，伊认为黄伟泰伫3档来全国的评比拢是排名头几名，有市民来做伊的靠山，因此希望市长勇敢来面对 A143的风波，直接就抓证明甲缴牌事件无关系。对此，市长回应，伊愿意甲市民来报告，甲 A143无关系。我的靠山是民众啦。我相信民众嘛会当接受啊，对不对？无你这个未爆弹，没有爆发出来，你讲你要安怎当做一个好市长？我请问啦，今仔日这个未爆弹落伫人的手里，当你在德政施政的过程中，后边人甲你真正甲你施一压力，你个转弯，台南市民会幸福吗？我唔相信。第一件代志，就事件本身，其实，我毋是对路议员，但是过去贵党伫校园还是伫外口作为社会控制，还是讲作为迄个政治侦防，这其实是爱被追究的。第二，针对我的部分，你讲或者 A143，我今仔因为拢是直播嘛，我真兴奋。甲罗议员、甲所有市民朋友报告，我甲 A143无关系啊。议员表示，既然市长回应无关系，伊相信市长是有虔诚信仰的人。毋过面对 A143的未爆弹，议员认为该提告就要提出告诉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